我们耳朵最下缘自己摸摸看，没有软骨的地方，软绵绵的叫耳垂，它代表各位的脸部。我们先来做一个动作，改善脸部的气血，而我们的五官多数也分布在耳垂。要怎么做呢？拇12指捏着耳垂，接着呢，拇指不动，利用食指来滚动按揉它。这个动作在我们耳穴按摩健康操里叫做公主洗面按摩法。来，那今天我们来体会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首先你按摩的时候，手指要有渗透性，不是在表皮摩擦，而是有渗透性的把指力灌溉到深层的皮下软组织。假如动作是做对了，你应该会感觉到在按摩的过程之中，皮下的脂肪层、软组织跟着动作，而前翻后滚，滚来滚去，有没有这个感觉？有哦。来，有这个感觉了之后，麻烦各位闭目养神，把酒龙合起来，眯上眼睛，专心专注，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把你的意念，把你的心意全部灌溉到你的脸部来注意。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通过耳穴按摩释放出来的经络气血灌溉到脸部，加上你的专注专心，你也能感觉到脸部开始麻麻热热。有人有，有人没有，有的话要继续努力，没有的话更需要努力，代表你的经络气血运行不那么的好，经络更需要进一步的疏通。那么再来，这个部位叫做对耳屏，你更需要好好的按摩它，因为对耳屏是代表各位的头与脑，头部脑部的代表区就在这个对耳屏。对耳屏在哪里呢？你按摩完耳垂之后向上延伸，你摸到有软骨的这个部位就叫做对耳屏，相对的对，耳朵的耳，屏障的屏。对耳屏有3个面，内侧面、外侧面还有后面。内侧面代表脑部，外侧面代表头部。所以呢，拇12指对着它相对的滚动按摩1-20下，把你手指的力道尽量有渗透性的透过皮肤灌溉到深层的软骨。假如动作做对了，你会感觉到随着按摩，深层的软骨会跟着你前翻后滚，滚来滚去，那就动作到位，方法正确，效果就能产生。别小看简单的耳朵按摩动作，10多年前当我来台湾开始推动耳穴按摩的时候就被嘉义一家国中的校长希望我为全校9000多名国中学生一起来上这个课。原来这位国中校长在20多年前曾经因为脑中风，而他脑中风的原因是因为脑血管畸形，形态不正常。那么急救过后，医生帮他开颅切除了畸形的脑血管，中风的危机度过了，但从此以后遗留下非常严重的头痛。这个头痛痛到严重干扰他的生活工作，但更严重是什么？在头痛的期间，整个脑袋感觉真空了。真空就是不能思维，不能思考。可是这个作为校长是一校之主一校之长，能对外面的其他老师主任说吗？万一有人跟你关系不良，向教育局来投诉，说这个校长在头痛起来脑袋会变成真空的，那还有领导力吗？哇，那很可能我会位置不保所以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校长的秘密，一直到暑假期间学会耳穴按摩的动作。他说起初捏下去很痛，因为这个软骨比起其他有软骨的部位还要来得僵硬紧绷，却没想到持续的按摩之下，逐渐的，才1个多月而已，一方面头已经完全不痛了，脑袋也没有真空的状况，但是呢，与此同时，这个软骨从硬变软，回归到软骨该有的伸缩自如、有弹性的状态所以千万别小看小小的耳朵，还有一个功能，能够帮我们发现、检查、诊断，也能够帮我们预防、保健跟治疗。所以耳朵是集多功能于一身的一个器官。